好食的料理食了，让人有幸福的滋味。不过，这款滋味却去予歹心、恶乐道的人摕去做歹代志。暗公交校长知影了后，就成立一支料理救援队，队员有狗仔阿光、猫咪阿月仔、兔仔阿草、羊仔阿雪。因的任务就是保护在地食食文化。台湾味的料理救援队。中秋暝来团圆。烘肉少好耍的，会当食到足侪无共的食材。烘烟尘上赞啦！阿公，你是食几片小胖狗吧？小胖都互你食了了啊！啊，红发现啊！中秋上重要的应该是赏月才对，人间有大头看月娘。中秋是旧历8月15，月娘圆高光。哇，真水耶！中秋的重点，阁有食月饼。我在月饼内底有包肉酥，咸甜啊咸甜，滋味真赞。我介意食甜的，我的阿是黑豆沙甲莲子，绵绵松松，入喙就随化去。我在是绿豆碰甲蚵仔酥，一圆一圆的饼皮，手路真油。我上介意的是两人组，饼圆圆一粒仔囝，内底就有一粒足大粒的姜两仁，真实在哦。好，咱甲饼切切咧，大家分批做伙食。大家做伙食月饼、赏月，真闹热。较等下嘛，食块果子做消化哦。多谢好友。喂，空气熊熊变歹，看无月娘啊！迄边的人搁咧烘肉，因拢凊位咱这头来啊！我闻到臭火大的味，敢若无啥着哦。系啊，遐个人亲像食歹腹肚，倒伫涂骹练练过。恁紧使步步去斗3工。嘿嘿，食着我第一个月饼，就会胃肚肚，我都听个哀哀叫，拢要真正着烘肉倒火啊！趁料理救援队还未来进行，紧选。鸟车头家，如果是你，哇，功人人教，竟然对月饼变骹手，互人食歹腹肚，你想超过啊？这个，嘿，好食的料理有甜目的设计，好片的芳气，刷嘴的滋味，上介重要的是诚意食水天。嘿，好，由我推广叫，我目睭拢看无啊，哪会安尼？鸟鼠仔头家的能力消失去啊！受害的人食油仔了后，人就较爽快啊！中秋会当食到足侪好食物，不过上重要的是会当和大家斗阵做伙。中秋暝，大家来团圆。这摆料理救援队成功保护在地料理，行，做伙刷摊食好料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欧巴，伊是狗阿光。伫料理救援队的第10集，有小解到中秋食月饼。现代的人毋但食月饼，嘛足爱食烘肉，像即个就是俗胖狗肉，这是阿光上爱食的。阿光，咱等一下再食啦吼，先来讲我相关的语词。提醒大家，下面的内容拢是甲放假有关系。建议大家爱先去看放假哦。俗胖，俗胖，语源是为日语来，毋是因为这款胖较俗哦。烘肉，烘肉，
中秋迄天，大家来烘肉，而且烘是动词，表示烘的动作。啊，若是阿公上爱食烘肉，即个烘肉是讲肉的料理方式是用烘的。烟前、烟墙、烟前、烟墙，较早的原料拢是用猪肉，即马出头足济，有鸡肉、鱼肉、木材仔，出在里景。到会当讲是数量词，比如讲一到论饼，毋过伫网架内底是讲甲烘肉，甲夹伫个熟胖内底，或者到，安尼或者熟胖到肉。北斗，即个发音爱特别注意，伊甲北边的北是同款的发音。肥嘟嘟。肥嘟嘟就是肥胀胀、闷闷，人无爽快。阿公，你伫烧巴肚，敢是食伤紧、食伤油，肥嘟嘟咧艰苦。中秋是全家团圆，拜油仔、食月饼、赏月日子。海心学乐岛的鸟鼠仔头家，煞利用月饼来害人，拄好互料理救援队掌着。用神奇食谱解救所有的人。好佳在有阿公恁料理救援队来走动歹人，要无这个中秋就搁去了啊！各位观众，今仔日讲的敢拢会晓啊？逐工听，逐工讲，你就是台语万事通。料理救援队后摆会搁发生什么代志咧？咱继续看落去，大家再会。